呢支睇落好似細細支電路鐵咁焊槍，一睇落去兩塊金屬邊緣就好似俾人戳溶咗咁，好快就溶出一個閃閃發亮嘅細焊钳。其實佢就係咁極嘅弧焊，呢支就係咁棒，外邊包住個圈就係陶瓷噴嘴。當咁尖一靠近金屬，電流就會喺咁棒同工件之間擊穿空氣，形成一條溫度可以睇到2-3千度嘅電弧。呢個高溫唔係槍頭自己發熱，而係電流嘅電離嘅氣體入邊釋放能量，全部都集中咗嗰個細細嘅點度。同時陶瓷噴嘴會將雞氣成個圈咁吹去焊瓷周圍，幫佢撐起一個透明嘅保護罩，避免熱金屬同空氣入邊嘅氧同氮接觸。而家見到佢係冇焊絲嚟自熔焊，完全靠材料兩邊邊緣各自溶出少少，個縫隙度自然匯合。凍咗之後就係一條乾乾淨淨嘅焊道。如果焊接嘅縫隙比較大，焊工就會一手揸住焊槍，一手送焊絲，喺溶瓷前緣保持一個穩定嘅節奏，一路向前。你見到嗰啲飽滿嘅魚鱗紋就係咁樣焊出嚟嘅，好似不鏽鋼、鈦合金同埋精密零件，通常都係用呢種焊接方法。